继续欢喜好新闻，好心的新闻来看，做喙暗的工厂的员工，这段时间嘛真辛苦，每日咧赶工。台南有一间拉面店，号召着餐饮的业者发起着免费送餐的活动，到伫工厂内底现煮着拉面200碗，再加上200杯外送的饮料，要来慰劳员工的辛苦，实在是真甘心。 面真 Q， 正港的日本切仔面配料真丰富，真好食。现煮200碗，拢要靠上这喙暗工厂员工。辛苦了，辛苦了。真大心，因为武汉肺炎疫情期间，喙暗等等服务物资需要量真大。这员工是无暝无日的赶工，为着要干慰劳，台南一间面店的头家，招其他的业者提出招牌料理，免费请饮。是啊，美味しい美味しい。工厂的人的辛苦是全部都是为台湾国民的努力。那所以我想是其实那个想要去做小小的帮忙。 同款足甘心的，也有台南一间豆油厂准备低卡面线，要加医护人员加油。特别关心我们的防疫的情形，那来给我们员工打气，所以特别赠送了5000份的猪脚面线跟茶叶蛋。那这个对我们第一线的人员是一个很大的鼓励。各行各业做伙送出温暖的爱心，希望讲用伫疫情上紧张的时刻。 为徛伫第一线保护人民健康的所有的工作人员，致上最深的敬意甲感谢。